谢女父。哎，走了，走吧。阿叔，姚女父，阿叔，师姐，慢点，阿叔。啊，怎么了？这是魏婴让霍恒带给你的。难忘青梅之意，与君结发有情。我心朝朝如日，定不负君之初心。哎，给我，来，魏婴，你一定要回来，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在这里等你，等你一辈子。触折之所以能够说动赵太后，用的就是先抑后扬的法子，先察言观色，避其锋芒，再说自个儿有多么疼爱儿子，用家常拉近了距离，然后又故意说赵太后不疼爱长安君，引起了赵太后的好奇心，然后再晓之以理，循循善诱，这才叫说服之道。你们以后都好好学着点，特别是男生，以后要是惹了女孩子生气，就得用这种劝解的方法。皇上懂了吗？哦。哎，女父怎么今天心情这么好啊？魏少妇不是生病回老家了吗？前几天还见她愁眉不展的。不知道。哎，魏少妇是不是回去准备提亲的事儿？她回来之后，他们俩就可以成亲了吧？我可怜的舅舅啊，到现在还没有着落。哎，哈哈，你输了。是你赢了。哎，怎么几天没见，突然变这么厉害了？哎呀，以前那是为了追你，所以处处让着你啊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也没什么希望了，所以说正好给你看看我大将军的本事。哎呀，好，你文武双全，无所不能，这总行了吧？霍恒说魏婴去找刘轩了，我还以为你早就哭肿眼睛了。谁哭肿眼睛了？别瞎猜了。切，得了吧你！哎，说真的，刘轩要是回来了，你不就没位置了吗？你看，当初你要是跟了我，哪像现在啊？哪有这么多烦心事儿？别说的你跟个圣人君子一样。那好吧，我要是跟你好了，那月锦要是回来了，你选哪个？那当然选你啊！那月锦又不喜欢我，哎，她要是早跟我说自己有个情郎，我还会那么强迫她吗？你待我可比她待我强太多了。男人啊，总是花言巧语。快说吧，跟我你还藏着什么呀？哎，你跟我说，魏婴要是回来了，打算怎么安排你和刘轩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他要是敢对不起你，我就把他私自去漠南部的事告诉太后，到时候有他好果子吃。不用你费心。这也没说清楚什么呀，就把你给哄好了。那你不会真信了吧？信啊，我干嘛不信？我是草原上长大的，我们那儿的女人只要认定了一个男人，无论他说什么，我们都会信的。就算要生气，要不理他，那也要等到他做不到自己所说的那天再说。哎呀，你呀！救命啊！你们两个臭小子，给我站住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救命啊！快，别跑！站住！往哪跑？给我站住！李勇，快站住！还跑！救命啊！救命！
站住！别跑！哎，李勇，你搞什么鬼？快抓住他们！哎，这位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我是这孩子的师傅，请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？这两个混蛋是你教的是吧？啊，年纪不大，一肚子坏心眼儿，居然串通起来跟我弟弟玩仙人跳。仙人跳？他假扮少女，骗我弟弟在月老庙相会，而他突然跳出来，说要捉奸，还口口声声跟我说要拿出5贯钱才算完。这朱丁，我告诉你啊，他们已经是第2次骗人了。今天你要不给我个说法，我跟你们没完。接着，拿了钱赶快走，少废话。谢谢啊！对，走，快走。谢了。朱丁、李勇，你们两个在一起搞什么鬼？女父，这回都怪我，不关李勇的事。先别急着讲义气，先把事儿给我说清楚了。朱丁，你爹好歹是个光禄大夫，你奶奶是临川长公主，你不至于缺钱缺到要装什么美人计到处骗人钱吧？有你这样的弟子，真是把我的脸丢尽了。女父，你打我吧，是我蠢，是我混账，是我败坏了宫学的名声。哎，好了，你先别着急认错，把事情说清楚。说呀，弟子不会又是因为你爹那档子混账事吧？我娘病得实在不行了，我爹又不肯拿钱给我娘治病。我原本偷了家里的好几件东西拿去当铺，结果被当铺的人认出来了，又送回到我家里去。我爹因为这事儿，差点把我腿给打折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一言难尽。起来吧。这小子他爹啊，叫朱明堂，是个糊涂蛋。前几年在翠云楼看中了一个花魁，便迎进了府里，就整天想着要休妻。朱夫人一直没肯松口，他就趁着朱夫人生病，把朱夫人给搬到了后院。那花魁也不是什么安生人，这些年没少闹出事情来，全京城的人都为朱夫人不值。可这毕竟是人家自己的家事。这是个什么爹啊？都说糟糠之妻不下堂，他怎么连为人处事的道理都不懂啊？我实在是没钱了，又不好意思向别人借，这才一时犯了糊涂。女父，今天真的不关李勇的事，他也是那天看见我在当铺外面哭，一时好心才帮我想了这个主意。小小年纪就阴招不断，还好心帮你。李勇，上次的事情你难道还不知道悔改啊？当真要我拉着你找到你爹告上一状，你才满意？女父，你别怪他，上次那事之后，他回家让李侯爷狠狠打了一顿，又被赶出家门好几天。他也是实在饿得没法子了，才想出这个主意的。李侯爷怎么会这么狠心啊？他那个爹呀，最会钻营啊！说到底还是怕得罪了你，迁怒于我，这才拿自己的儿子当法子。我说你们俩也够蠢的，你说你们俩有什么事儿，干嘛不找你们的班女妇啊？出去骗钱还被人逮着了，这要是给你们送到京兆尹去，这才是真正的丢尽了你们公学的脸。所以我们才跑到城外来，这没有人认识我们，即使丢脸，也不会传出去。你们啊，跟我回城去。邓大哥，你索性就帮忙帮到底，把李勇送回他家去，告诉那位关内侯，不能对亲生儿子这么狠心，让他从明天起把李勇送到宫学来上课。班女妇，您肯重新收我了？我从来都没有说过真的要赶你走，是你自己逃了那么多课。等着吧，等回去啊，我要好好教你规矩。至于你，我和你一起回去吧，找你那糊涂爹好好谈一谈。您是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我爹啊？我哪有那么多闲心啊？内院的事，男人不好说话，女的总没那么多顾忌了吧？怎么着，我也得帮你娘一把。女父，
我就知道你不会怪我的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放手！半大不小的人了，知不知道什么叫男女授受不亲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趁机开你们班女妇的油啊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我是替你说话。放心吧，班女妇面子那么大，有班女妇给你撑着，你爹肯定会对你娘好的。李勇，你肯帮朱丁，算是个好孩子。上次的事儿你也吃到教训了，以后你能不能答应我，好好读书，本分做人，别再借你爹的名声欺负别人了？我对老天爷发誓，班女妇您都不计前嫌了。如果我以后再不争气，连老天爷都饶不了我。女父，我知道您是过来帮我的，可是我爹是个火爆脾气，待会儿您能不能……放心吧，我不会跟你爹吵翻的，要不然到时候受罪的还是你娘。我会跟他好好谈的，虽说不能保证管事儿，至少先把你娘的病治好了再说。都听女父的。走。少爷，你可回来了，快去瞧瞧吧。夫人今天不知道怎么招惹了柔夫人，现在老爷正在正堂罚她跪着，还要动用家法呢。什么？哎呀，你这个妖妇，居然黑了心，在汤药里下红花，想让我生不出孩子来。老爷，您别听柔娘胡说，妾身已经病了好几天，没有下床了，又怎么可能走到灶房去下什么药呢？除了你，府中又有谁记恨柔娘？老爷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妾身跟了你20年，是什么样的人，你难道还不清楚吗？放肆！难道老爷说的话还能有错了？柔娘，别以为我不清楚，你是故意设下这个局，就是要老爷厌我、恶我、休了我，我就算死了，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贱人，我让你胡说！你才是贱人！老爷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少爷他打我，你要帮我。阿丁，这儿没你的事儿，你给我出去！这儿怎么没我的事儿了？爹，这是我亲娘，她好歹是你明媒正娶娶回来的夫人，你怎么能眼看着她被一个贱人作践？闭嘴！长辈之事，小辈莫管。你又是谁？我是公学的女妇，朱丁的师傅班叔，今日特来家访。朱大人高居光禄大夫之职，果然是赞德扬化，通晓礼仪。班叔久闻大名。班女妇客气了，不过朱某今日有家事要处理，不便招呼了。阿丁，帮我送客。等等，朱大人有何家事？此妇有违妇德，欲杀我爱妾，犯了7出之条，我欲休之。原来朱大人还知道，这女人是妾，朱夫人是妻。班叔这些年倒也去过不少勋贵之家，还是第一回看到这做正妻的被小妾打，而这做丈夫的居然还能站在一边拍手叫好的。这是我朱家的家事，不劳外人操心。班女妇，我敬你是阿丁的师傅，不想对你口出恶言，我劝你还是早些走的比较好。如果朱大人你做事光明磊落，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为什么不愿意让我在旁边看着呢？是不是朱大人你心虚了？闭嘴！你不过区区一个女妇，有什么资格教训老夫？就凭你宠妾灭妻，栽赃陷害，坏了人伦天理。今天这事儿我是管定了。朱丁，既然你们家容不下你娘，我这个做师傅的今天就做主，请你娘到我家做几天客，改明儿再让我的姑姑曹大姑把京城里所有的贵妇名媛们都请来，让大伙儿好好评评你。咱们走。喂，班女妇，不用麻烦了。没事的，放心吧。你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听见没有？站住！站住！从哪儿冒出来的臭娘们儿，敢管我们府上的闲事儿？来人啊，把这个老贱人给我拦下来！喂，让开！你给我站住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没看到这有个泼妇啊？快把他给我拦下来！滚！都离我们远点儿！上啊！把少爷和夫人给我抓起来！快！喂，让开！
娘，我叫你们都让开！走！我就不让，怎么了？我还拉他了？难不成你还能杀了我？你敢打我？这是太后娘娘赐我的玉鞭，她告诉我，天下如果有不敬师者，我皆可鞭之。我是朱丁的师傅，你只是朱家的一个小妾，凭什么口出秽言？朱大人，你说我该不该打他？都是你这个老贱人，养出个狼心狗肺的儿子，还长得跟恶鬼混血，我跟你拼了！你这边打的是你不敬主母，老爷，姑娘，这边打的是你口出秽言，老爷，快帮我！你给我住手！老爷，你没事吧？班叔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在我家的院子里殴打我这个朝廷命官！咱们廷尉府上见。好啊，反正我也不是第一回去了。不过你现在如果不想再挨鞭子的话，最好让他们把道给我让开。朱丁，我们走。娘，我们走。老爷，来福，老爷，拿笔墨来，我这就写状子，告诉这个胆大包天的班叔。喂，老爷，疼吗？朱丁，先去给你娘找辆马车来。喂，班女妇，今次是我拖累您了，这本来就是我朱家的家事，您又何必为了我一个苦命的人来强出头？朱夫人，天下没有哪个女人是活该苦命的。如果遇到今天的事情还袖手旁观，那我还算是人吗？可是我家老爷性子倔又好面子，他要是真的把您给告上了廷尉，这回怪我失手伤了他，到时候廷尉怎么罚我，我都认了。可就算拼着再进一次牢，我都要在公堂上把整件事情给抖露清楚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他是怎么倒行逆施、宠妾灭妻的。好了，放心吧。班叔，光禄大夫朱明堂告你私闯内府，动手伤人，辱及朝廷命官，你可认罪？恕不认罪。一派胡言！老夫如今伤痕犹在，你难道还想拒不承认？哼！大人，此等妖女蔑视公堂，罪不可恕，还请大人明察。朱大人，我瞧你才是蔑视公堂，罪不可恕吧？班叔不才，忝为宫学女妇，虽不是朝廷命官，但也是正正经经的帝王之师。如我是妖女，请问在你心中，皇帝又成了什么？你，哼！就算你能巧言狡辩，也改不了你殴打老夫之实。大人，按我朝刑律，殴人者杖10记，辱贵人者应加3倍，还请大人秉公处置，切勿受到小人误导而偏听偏信。班叔，你速速回答，朱大人脸上的伤，是不是你挥鞭所致？是，但只是误伤。大人，班叔身为女妇，自然有训育学生之责。朱大人之子朱丁在宫学就读，班叔今日前去家访，却忽然看到其母朱夫人跪于堂下，而朱大人竟任由其小妾对朱夫人殴打辱骂，并听信其编造的无端罪名，想要将朱夫人休弃出府。常言道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而朱大人宠妾灭妻的罪名，早已传遍了整个京城。我也是出于一片好心，这才上前劝诫朱大人。不料朱大人仍然纵容其妾无礼，竟然当着众人之面辱我为贱人。太后娘娘曾赐我一鞭，并告诉我，天下如有不敬师尊者，我皆可鞭之。我为正刚纪，这才挥鞭教训小妾。不料朱大人护妾心急，上前阻拦，我这才不小心误伤了他的尊容。大人，如果说误伤，班叔自然承认，但是朱大人黑白颠倒，说我故意行凶，我自然绝不认罪。朱大人，班叔说的可是事实？
完全是一派胡言。今日老夫府中，山七与小妾确实起了点争执，可哪家哪户没有这种事情啊？鄙人虽然偏宠了小妾一些，但对山七一样是尊重体恤。这些年来，连一句重话都未曾说过，又何来宠妾灭妻之说？山七在被班叔强行带走之前，还一直好好的住在老夫府中，又何来下堂之说呢？更何况，今日之正事，是老夫告班叔无端伤人，而不是来议论老夫的家事。大人，素闻您有青天之命，还请您秉公断案，切勿受小人误导而偏听偏信。班叔所言是否属实？大人您一查便知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虽然事出有因，但也不能成为脱罪之由。班叔，你既然承认朱明堂脸上之伤是因你而起，按律应处笞刑30记。但你却系天子之师，181之议贵1条嘛，则可减免刑责。故今日之案应暂且搁置，待本堂上奏尚书台后，再择日宣判。尔等可先回家候传。退堂。哎，怎么2个人一起出来了？这廷尉府大人没有断案吗？嘿，这位班女妇可真是厉害啊！不愧是皇上的老师。这2000担的大官打了就白打，没事了。哎呀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这朱大夫啊也很有本事，要不然朝廷明明有法令，他还纵容那个小妾。允父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说是交给尚书台择日再审，也许我还是逃不了那30记板子。允父别怕，有事儿弟子服其劳，大不了到时候我替你挨板子去。挨打还能弟子服其劳啊？你还真会举一反三。马丁，你给我过来！我让你过来！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吃里扒外的儿子呀？好，你要是铁了心跟着你那位女妇，以后你就别认我这个父亲。呸！像你这狠心的爹呀，他不认你就对了。我跟大家说啊，这位小朱公子和班女妇那可是1等1的好人呐。上回我被车撞了，就是他们帮我出的这口恶气。能养育出小朱公子这么好的儿子，这位朱夫人肯定是贤良淑德。要不是被逼急了，她能出手打人吗？绝对不可能啊！没错，班女妇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好女人出气。没错，好。多谢各位乡亲，多谢各位。你放心吧，你是好人，值得我认识你。多谢。让一让，别喊了，别走！哎，听我说，他家的狐狸精受了伤了，他能不着急吗？让一下，有了钱当了官，他就想换老婆。我呸！负心汉，全能！别挤了，打这个老娘们的负心汉！打你们个负心汉！班叔，要是告不死你，老子就不姓朱。廷尉大人，哎，这几天呢，我真是气不过。他班叔区一个女妇，不就是教了皇上读了几天的长歌行，又仗着和邓大将军不清不楚的关系，就在太后那儿走了个通天道。现在就能插手老弟的家事，以后还当如何？我们是时候压一压他的气焰了。喝酒，来喝酒。停
说是这样。就是啊，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廷尉大人说了，要上报上书台，择日再审。择日再审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择日再审是什么意思啊？廷尉大人到底怎么说的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反正他说班女妇伤人是事实，按例要处吃刑30计。30计，那不得把人打坏了呀？怕什么？班女妇不是有武功在身吗？不过廷尉大人也说，班女妇是帝师，所以可以181之条轻罚，但具体罚多少还得听上书台那边发话。这下还好，大不了我去找母后求求情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呗。文喜公主，班女妇一天到晚教咱们处事公正，怎么？我看你动不动就帮着她走后门啊！伤了人就得受罚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什么叫做天经地义啊？啊！我问你，那朱丁他爹喜新厌旧，纵容小妾，全京城谁不知道？班女妇打人，那也是主持正义，有什么不对了？主持正义，要真是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你们就别找人求情。朱大人也是朝廷命官，白挨了打，算怎么回事？寇风，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。谁不知道你因为你姐的事儿而记恨班女妇？要不是有她纵容，碧玉能烧了大半个南宫。哼，活该被邓大将军退婚。换了是我也不娶她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明明是我姐姐推的邓志的婚，而且她已经嫁人了，我不许你再说她坏话。要是光明正大的，干嘛那么着急的回老家？我看是心虚了吧。你闭嘴！怎么想打架呀？寇风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对，什么意思？别理他，我们赶紧想想办法，怎么救班女妇出来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要真打起板子来，那可怎么了得？痛还是小事，当众打屁股，那多丢人呐！你说你怎么老做这么莽撞的事？师姐，我这回可真不是莽撞。我在打那个小妾那会儿，就已经想到了会得罪朱丁他爹。就算真的被判吃刑，我还是不后悔，因为但凡是个人，那时候肯定会忍不下去的。师姐，你不知道朱丁他娘有多惨，被打得满身都是伤，可他那个该死的相公居然就那么狠心，任凭那个小妾对他下狠手。朱丁那会儿就在旁边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娘受苦，可是他爹就在那儿，他也不敢反抗啊。师姐，你说除了我，还有谁能替他们母子俩出气呢？多谢班女妇。朱夫人，我这个苦命人可真是拖累你们了。千万别这么说。班女妇，我听到阿丁一说公堂上的事，心里就难过极了，都怨我。您要不是为了我这个苦命的人出头，又怎么会被我家老爷告上廷尉？要是您真的为了我被处了刑，我就算死了也难辞其咎啊！哎，您别这样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朱夫人，这件事啊，你真的不用想那么多。这案子上书台正审着呢，没准我还能没事儿呢。我和我家老爷做了20年夫妻，他的心思我又怎么会不明白？以他的心思，他是无论如何都会告到底的。班女妇，我和阿丁商量了，我们母子俩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。我想着待会儿就回府去，只要说说软话，好好求求他，没准儿他还能把状子给撤了。绝对不行！你现在要是回去，不是摆明了认输了吗？之前那个柔娘就那么欺负你，你现在回去不是送羊入虎口吗？你呀，就安安心心的在我这儿住着，就算天塌下来了，你都别管。这怎么可以呀？我师妹说的对，朱夫人，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住下来，等案子判下来以后，我们再说。就算案子断了下来，我还是要回府去的呀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您别怪我无礼。之前朱丁跟我说贵府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很纳闷儿。按说您娘家的陪嫁也不少，朱大人又那么混账，您为什么一定要留在朱府呢？只要我留在朱府，阿丁就是嫡子，以后就还能继承朱府的家资。而且我的父母早就不在了，当年的陪嫁单子也早已经毁了。如今我身无长物，又不会识字绣花，要是真被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往哪儿去。
班叔与外戚沆瀣一气，行事招摇，实在是可恨。要不是仗着自己深得太后之宠，他哪来这个胆量，竟然欺凌2000担的大官？如不严惩班叔，这女子以后横行妄为，变成了常事。咱们男人反而要忍气吞声，这是阴阳颠倒，这是祸乱纲常啊！是啊，这阴阳颠倒的事还少吗？如今我们大汉就是女主主政啊。现在皇上虽然年事已长，但是太后却不肯归正啊。钱大人，您说的倒是有道理啊。不过，既然如此，我们身为御史的，就更应该杀出这股歪风，绝不能让太后再纵容这个女子。好，一定要杀！一会儿上朝时，咱们联名上奏，要求上书台严惩班叔。走，禀太后，朱明堂已经被打得卧床不起，此事必须严惩。审案是上书台的事，你这御史来掺和什么呀？太后娘娘，班女妇虽然深受您的恩宠，但自古以来都是男尊女卑，这以阴犯阳，以卑犯尊，就是大忌，请太后严办。为了这件事啊，今日朝堂上争论不小。虽然太后和老邓都是护着你的，可偏偏却被那帮大臣们用言语绕住了，几顶外戚、女主的大帽子扣过来，弄得他们也不好说话。太后最后也没有办法，就说此案明天交由上书台公审，自己绝不插手。连老邓也被他拘住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他肯定会来看你的。我明白，你叫邓志也别担心了。上书堂要公审，其实也是好事儿。朱明堂有错在先，到时候未必是我输。你怎么想的这么容易啊？朱明堂能在朝堂上掀起这么大的风波，肯定是有所依凭的。我知道，朱棣刚才还哭着来跟我赔不是呢，说他爹托人写了封信给朱夫人，让他不能在公堂上承认他虐待了他，要不然他就不承认朱棣这个儿子，以后的爵位也不会传给他。那你还跟没事人似的。要是朱夫人不承认他被打的事儿，你帮他出头，就是你上门找事儿了。不当没事人也没别的法子呀。哎，行了，你怎么比我还愁眉苦脸的呢？不就30板子吗？只要魏婴不在，别说30板子，50板子我也没问题。哎，放开！快走，放手！陆中王远，你干什么呢？两位公主，你们来的正好。寇丰这小子太混账了，我们刚才还看见他想收买尚书局的小黄门，要他们进谗言打边鼓，重判班女妇呢。好啊，看来你上回还没吃够教训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文喜，朕才几天没来宫学，你们就无法无天了。寇丰是朕的好朋友，你们不许欺负他。皇兄，我看你明明是看着班女妇不在，才钻空偷懒不来的吧？不许胡说！朕是因为政务繁忙，所以才没来的。走，寇丰，陪朕读书去。喂。呸！除了会拍皇上马屁，他还会干什么？就是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等他落单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好啦，寇丰是寇姐姐的亲弟弟，不喜欢班女妇也是情有可原。我们与其在这儿说这些闲话，还不如赶紧想想怎么帮班女妇脱罪呢。怎么帮嘛？这案子都到上书台了。就算送到了上书台，也不是没有翻案的机会。朱丁不是说他爹现在拿捏住了他娘，逼迫朱夫人在公堂上说假话吗？这说明他爹已经心虚了。只要我们查到证据，证明他爹是宠妾灭妻，乱了妻妾之位，一顶立身不正的罪名扣下去，看他还敢怎么耀武扬威。说得对，不过咱们应该怎么下手呢？这种捉奸毒小妾的事儿，本公主从小就没少替我母妃干过。快过来，过来！你也真笨啊！这案子都发到上书台去了，你还折腾什么呀？尚书令那个老头子行事最古板了，平时老爱跟太后说聘鸡司晨的人就是他。哼，瞧着吧，这回班叔有苦头吃了。皇上，臣就是气不过，臣只有一个姐姐，平日里对我最好。
现在他被人欺负了，我这个做弟弟的能不帮他出头吗？再说，文喜公主他们以前不也是一口一个寇女妇那么叫着吗？现在怎么一转头什么都不认了呢？唉，朕以前有个小姐姐，也是对朕最好了。要是她受了欺负，朕也是会去拼命的。可惜，朕当了皇帝没半年，她就病死了。哎，没事儿，朕是皇帝，你是朕的朋友，朕肯定不会让你受欺负的。谢皇上。朱大人的错夫人住在哪儿？在那边。那一会儿去那边。快去办吧。哎，好，您放心。漂亮哈，姑娘。哎呀，反正你都已经被朱家赶出来了，你仔细想想，如果你能上堂作证的话，朱夫人就有救了。可是什么可是啊？就按我说的做。娘，你可千万不能受他威胁。要是你在公堂之上帮他说话的话，班女妇就一定逃不了刑责。他可是为了咱们俩出头才惹出的这身祸事啊！娘，难道你就忍心儿子变成一个忘恩负义、千夫所指的人吗？娘知道，可是你爹说了，我要是不听他的话，他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娘在府里头苦熬了这么久，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他现在对我都这样了，难道以后还真的会传什么绝恶给我？娘，你儿子能凭自己的本事考进太学，自己做官，用不着他。娘知道你有志气，可是哪有那么容易的事？你毕竟是他的亲生骨肉啊。如今娘是左右为难，怎么做都不是。阿弟，娘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？吕父，我娘她胆子太小，我倒是想上堂帮你作证，可我毕竟是她儿子，按律法，亲亲相引，我的话在堂上也不管用。好了，你们的难处我能理解。其实你们不是胆子小，你娘她是为了你什么都顾不得了。可女父，你要是为了我们被判了痴刑，我以后还怎么有脸在宫学待下去啊？脸面是小，你娘后半辈子的生活才是大。你娘现在对你爹委曲求全，无非是因为担心被休弃后背上恶名，又不能自立，所以才只能忍气吞声。可我瞧过律书了，像你娘这样的情形，其实是可以和离的。和离？对，就是丈夫若有大过，妻子可以提出分手。这并不是被休弃，而是正大光明、理直气壮地归于自家。不但陪嫁可以归还，家中的财物也可分得一些呢。这是什么律令？我只听说过七出之说，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。这是法比都木里面写下来的旧律，王莽之乱过后就很少有人用过了，只有你姚女妇这样的书虫才能找得到。回去好好看看吧。告诉你娘，无论这个案子结果如何，我都希望你娘以后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活法。难道她还想继续留在那个不成样的家里，受着无穷无尽的折磨吗？奉太后娘娘旨意，光禄大夫朱明堂告女妇班叔伤人一案，今日公审。卫士公允，特允30名百姓入内旁听。传班叔朱明堂上堂。现有验伤书在此，本官再问一声，班叔，你可承认朱明堂敛肩之伤乃是你所致？我承认误伤，不过事出有因，若不是朱明堂纵妾殴妻，行凶在先，我也不会无端伤及他人。大人明鉴，班叔所说全系胡言。卓京目前就在堂下，大人即可传召，他可证实当日本官绝无纵妾殴妻之事。这班叔完全是因为与我家妾室起了冲突，这才无端出手伤人。传朱杨氏上堂。妾身朱杨氏见过尚书令大人。
本官问你，当日班叔伤人之时，你可曾被家妾殴打过？妾身记不清了。朱杨氏，你连自己是否被殴打过都已记不清了吗？大人，卓京就是因为脑子不太清楚，本官才让他住在别院，所以什么宠妾灭妻之说，全是班叔无赖。班叔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朱夫人手上伤痕未消，刚才她的话是不是违心之说？想必大人自有论断。无论如何，当日朱府小妾辱骂我在先，我用太后所赐的雀飞鞭教训她在后，这是事实。朱大人，你不会不承认了吧？两女相争，偶有粗言秽语，这有什么奇怪？太后娘娘赐你的玉鞭，本意是要你管束好门下弟子，你却将其滥用伤人，这才叫大不敬之罪呢。大人，现在事实已经明晰无比，本官绝无宠妾灭妻之行，班叔却有无端伤人之罪，还请大人以我大汉律法秉公处置此女。